今日要介紹韓國 K-Map 品牌 Sinoson RF 機，佢輸出達到300火，佢利用呢個高頻率嘅電磁能量導入組織，可以導致患者減輕疼痛、肌肉放鬆、水腫減輕、組織再生等等。佢常見嘅適應症會包括咗關節炎、觸發點、肌肉痛、頸椎疼痛等等嘅。Sinoson 主要有透熱療法，另外亦都有筋膜刀，可以做呢個筋膜鬆動術。佢有2種唔同嘅電極治療方式。其實呢個 CET 即係電容式嘅，係主要做一啲淺層啲嘅痛症。呢個有包括咗5個唔同大細嘅電容式嘅頭。另外亦都有 RET 電阻式嘅，佢包括咗3個唔同大細 size 嘅電阻式嘅頭，主要會做得比較深層啲嘅。另外佢仲有一個 bipolar 嘅頭，呢一個係主要做面部嘅肌肉嘅。佢仲包括咗3把唔同形狀嘅筋膜刀，譬如好似呢把咁，佢主要做一啲比較大啲面積嘅地方，譬如好似背咁樣啦。呢一把就會做翻啲細啲嘅面積，可能會係一啲要受力啲嘅地方啦。做呢把會做一啲比較彎啲同細啲嘅位啦。譬如係手腕、臂彎或者係頸都可以嘅。